吴雪，你哦，还没有手是吧？哦，难怪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2个那么像的人啊？不过这个人我已经30年没见到他了。你是毕信敏，所以你是米雪的弟弟啊？嗯，她是我姐姐。你姐姐呢？这个时间，她主要在一个地方。听说这里是爱的人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她很执着，说一定要等到他回来，但这一等就是30年。原来这几年都是这么过的。这几年，他因为忧思过度，精神出现了混乱，常常会产生幻觉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一天天的虚弱下去。医生说，不一定哪天就……你来了，记得我？最近好久都没有见到你，你要常常来看我，每天陪我说说话。你想看这个？这坏不要坏了。可惜了，如果能够回到2015，看看当时的自己，我有好话想告诉他。你想跟他说什么？你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？如果能够回到过去，我会告诉他，米雪，人这一生中总是会遇见这么一个人，你的心会因为他变得像炉火一样温暖，或者像顽石一样坚硬。可是如果遇见了，即使放弃所谓的坚持和原则，也请不顾一切的爱一次。史密特，想起我了。说过，再见面要装着不认识的样子。你回来了。是你送我回来的。看到你好好的就够了，我就知道我的决定没错，就那样才能够救到你。不是要别担心你，
说我走了之后，你会马上嫁人的。为什么这么傻？我也想嫁，你以为我不想吗？那为什么没嫁呢？因为我没有找到比你更好的。这30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很孤单，很寂寞？不会啊，因为你一直都在。玉雪，为什么这么傻呢？怀表在每一次使用的过程中，穿越虫洞的时候，都会遭受时空扭曲的压力。也就是说，它不能无限次的使用。即使没有2块怀表的悖论存在，没有时空黑洞，当使用次数达到一定的饱和时，它就会作废。怎么样才能让它重新走动呢？好了，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史密特吃饭了，爸，现在几点了？快5点半了，天快黑了，下来吃饭吧啊！穿越的时间出现了错乱。怀表的情况极度不稳定。如果我无法回到2015，而是像另外一个史密特一样平行穿越了怎么办？我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这个时空了。